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进前咧做桃园市长的时，涉嫌收乌西，叫互检方依照贪污罪嫌起诉，并且法院甲重判12天的刑期。泰国即阵也验到头一例的 M2.1B 变种病毒，咱疾管署表示，长时间近距离可能会透过喙外传染，而且早晚是会传到台湾。伫咧冰岛有一个真出名的冰洞，25线熊熊放起，迄当中有旅行团登伫咧内面，有一位美国一个游客死亡，一个人重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今仔日咱的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伫咧进前做桃园市长的时，有收500万的乌生。桃园地检署即马是宣布，甲包含郑文灿在内11个人，依照贪污罪嫌来起诉。而且检方表示，郑文灿唔承认犯罪，无要悔改，所以建请法院就要甲重判12天刑期。郑文灿的律师行得真紧，今日去桃园地方法院，因为郑文灿的涉贪案在刑期47个月后，桃园地检署宣布终结，照贪污等罪嫌来起诉郑文灿等11个人。检方讲，因为汇款有500万这么多，而且郑文灿无承认犯行，无后悔意思，建请法院重判12年。102年的8月22日，杨姓被告在请托之后，曾经向这个郑姓被告表示说，假如能够给予帮助的话，我们不会失礼。得知所使用的行动电话遭通讯监察，来源就是那个郑姓被告有跟他讲说你爸爸嘴巴很大。桃检讲，说杨世豪和细寮被告，希望甲南口花阿科技园区的东边9.1公顷的农地做市地定位来开发趁钱。对2016年开始请托郑文灿，而且乌西，拢互检调将暗含监听，但技术走漏风声，互郑文灿甲钱退转去。检调者一摆申请敲找郑文灿的徛家拢互驳回，一直到羁押才摕到敲找票。意外伫主要房间边条边仔的暗ตู้内，发现藏现金678.5万的2个袋啊，会分案侦办财产来源不明。郑姓被告的台北市的某居所扣得不明的大额的资金，达到678万5千元。施姓助理的家中扣得87万9590元。自办从化的利益在检调的起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如果达成的话，它的金额高达24亿。难道郑文灿只收受了500万，这都是检调后续必须要调查清楚的。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法官时间空间，让很多的证据摊开来，在法庭上做一个攻防及调查。国民党讲，桃检依法起诉郑文灿是万来的正义，希望司法公正审判，莫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严重不法。民进党回应讲，尊重司法调查，希望莫冤枉嘛莫放过。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一个屏东县议长周典伦涉嫌用500万替进前要选总统的郭台铭来卖连书书。即阵屏东地方法院宣判周典伦涉嫌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判刑就要关4冬，而且要罚500万，也搁要体罚公权6冬。因为周典伦是要搁提起上诉。顶个月12日，有证人作判，以150万交保离开看守所的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伦，因为涉嫌伫总统大选期间，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是要参选连署书，去予检方依照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起诉。法院27日下晡宣判，周典伦可能判4年有期徒刑，并可罚金500万，体罚公权6年。暂无选举造势的需求，被告仍交付高达500万元的现金给周品全等人运用，可以认定并非单纯用于支付联署的人事还有行政费用，而是可用来交付选民以换取联署书的贿赂。法院安尼认定，原因就是去年9月，周典伦为着予郭台铭赖背下达到联署条件，拢总交付500万予潮州镇长周品全，只是伊用鸟车回方式诱人，每一份联署书大概500块。屏东地法院认为安尼做，等于是支持周品全不择手段用金钱来换联署书。对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个人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爸爸是清白的，那我们也一定会再上诉。周典伦的查某囝对于判决结果感觉遗憾。周典伦讲，500万次工作费用不是要买连续书，所以一个上诉。周典伦虽然予人判体大公权6年，不过因为伊是涉犯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不是公职人员选罢法，宾农县议会表示，周典伦会保有议员的资格，袂予人停权。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最近小连续牵涉到政治现金等等的争议，即马民众党的新党部大楼佮爆出无申请许可违法的做装潢。台北市监管处去稽查了后，发现虽然看起来是无咧施工，不过目前内部的经过是甲原来的无同啊。因那郭文德是表示，针对着最近种种的争议，拜四伊会做一间来说分明。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最近风波不停，除了政治现金风波之外，也阁有金华城案争议。政治评论员运动党阁公布准备做回民众党新中央党部的台北大楼3楼，亲像无申请许可就进行室内装修。台北大楼新家被曝没有装修。民众党表示，7月2日有送件无规避审查，会配合监管处会勘依法办理。发市监管处早起也派员到场会勘，下到说明。查出结果表示，现场虽然无施工的现象，也毋过比对原使用执照完工图、天棚计经甲现况拢无符合。个0年来无申请室内装修许可记录，可能涉及违反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大概它有增加了一些隔间，还有天花板有做一些变更。现场没有施工行为，可是它跟原来的使用执照是不符了，所以显然它是在哪一段时间内，它可能有做一些室内装修的行为。监管处表示，后手会发文建筑物所有权人2礼拜内定数议验了后，以建筑法相关规定裁处。若无经过许可，就进行装修工程，会面临6万至30万的罚款。争议事件也阁有郭文德承认，以选举补助款4300万买上班作为个人办公室使用。民进党北市议员林明宏批评郭文德爱公开会事例，佮公布补助款金流资料。我呼吁柯文哲，你应该要公开道歉，而且必须完整的公开所有的金流。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交代清楚，这个恐怕会影响到民众党党员，一直到你们的议员跳船潮。伫金华城案了后，检联也针对北市科案展开侦查行动，头一摆约谈包括2名前北市府司法局官员、相关业者3名证人查证，下到陆续移送北京复审。对于最近种种的争议，郭文德表示会伫2、9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也无包括金华城。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非洲发现的 M1B 变种病毒，毋若是传去到澳洲的瑞典，即马嘛传来到亚洲，伫咧泰国有验到头一个。M1原底是透过亲密接触，也是透过受到污染的曾经这个物件来传染的。因若即款变种病毒，外国的媒体讲，敢若喙烂就会烧话。咱的疾管署表示，这是爱长时间近距离面对面接触，才有可能的传染。不过，这款变种病毒是更较高危，所以早晚嘛是会传来到台湾。M1B 变异株疫情团，柜中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 M1列做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泰国也传出亚洲头一个 M1B 变种病毒病例，患者有非洲旅游史。综合外国媒体报道，除了亲密接触会传染 M1以外，也可能透过喙烂烧话。ฝีดาดวานอนไม่ได้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ที่ง่ายเหมือนกับโควิดนะครับต้องสัมผัสใกล้ชิดจริงๆ主要还是透过这个亲密接触而传染哈。不过确实，如果在很近距离、长时间的这样的面对面的接触，也是有可能不是因为肢体的碰触或者是伤口的碰触哈，而透过这个近距离的飞沫所传染。泰国政府已经宣布，为42个风险国家入境泰国的旅客，拢要接受检测。国内疾管署讲，泰国甲非洲之间有直航班机，双边关系密切，风险较悬。
亚洲共款高风险的地区，阁有香港甲新加坡。另外，随非洲炎株疫情继续传，一批变种病毒早晚也可能入侵台湾。不管是边境的这个宣导，还有国内的检测，以及就是疫苗跟药物的储备都相当的充分，应该是可以及时的把它侦测到，并且有能力也有信心，可以将国内的疫情可以控制住。另外，共款可能为国外带病入境的，阁有透过带病网传染的天狗热甲酷光病。过来2926增加6例天狗热病例，3例酷光病病例，拢是带病入境。今年到达的数量是4年以来同期上济。机关署提醒，民众若到东南亚、南亚等国家，要注重防疫措施，甲家己的身体状况。记者林玉凯综合报道。新竹竹北有一档越南法国胖爆出那像食物中毒的事件，有真侪人客食了出现脑骨头、发烧等等的状况。目前已经有通报43个人身体出问题，其中有15个人等咧住院治疗，也佫有6个人留伫咧急诊室观察。因为卫生局嘛有赶紧派人去现场稽查，有发现到6项缺失。原底应该逐工开门做生意的店家，即马已经暂停营业。新竹县台北市市场内一间专卖越南法国面包的摊商，这2天传出怀疑食物中毒的案件。每天都有卖，每天都有卖啊，几乎每天没事，每天都有卖。这一次反正我都不知道耶。我还说这2天怎么没开门的？身体出现不爽快，赶紧送病院检查。卫生局把赶紧派人到现场稽查，采用检查。主要症状有发烧、腹痛、腹泻、头晕、呕吐。那在本院急诊积极处理之后，病情都稳定。那我们也依据他的病情，依法通报卫生局来做进一步的调查。总共采检了12样检体进行检验，那最快2周会有一个结果报告。卫生局初步稽查，发现其中包括煮食的工具放贴涂骹，以及食材无标示清楚、有效日期等6项无合格，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会依法处上悬2亿以下的罚款。民众食歹腹肚的原因，上紧2礼拜会有结果。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冰岛有一个真出名的冰冻254熊熊放起，迄当阵有旅行团是藏伫咧内底，当地有赶紧出动200多人去搜救，也佮派出直升机，不过也是不幸，有一位美国籍的游客死亡，1个人重伤。另外，伫咧苏丹是连续几日天咧上大雨，地势大坝崩花做大水，淹掉20个钟头，至少已经有132个人死亡。200多救援人员是轮班，敢若用手在乌冰，救护车是伫边仔在待命。冰岛东南部的布雷亚困梅尔冰川迄边的冰冻，伫25下晡3点左右忽然间放落来。迄当阵拄好有25个人组成的旅行团伫冰川下骹咧探索冰冻，因为是一时熊熊放落去，游客根本都袂赴走。当地警长讲，事发现场的地势是弯弯翘翘，救援人员敢若会当坐直升机来出入。救援行动中嘛，因为受危险无法度继续，只好伫咧暗时时阵暂停。而且伫咧过灯港透早7点才阁恢复。这场事故是造成2个美国游客互落落来冰陷着，其中1个当场死亡，另外1个是重伤送病院。Já, þetta má segja mjög erfiðar björgunaraðstæður. Þetta náttúrulega þarna upp í jökli. Erfitt að koma að tækjum þarna. Björgunarstörf eru náttúrulega bara meira meina gerð að handafli og ísgröftur og ísbrot allt gert með handafli. Þannig að þetta mjög erfiðar aðstæður. 非洲国家苏丹连续几天的大水雨加上做大水，造成东部红海州的阿尔巴特大坝规个放弃。大水雨至少20个庄仔头拢淹去，受灾的人是到5万人才侪。当地媒体讲，大水雨破坏主要的光纤电缆，造成遮侪所在的通讯拢断去，一寡居民只好走去较悬的山区在等救援。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are assessing the affected areas and will have additional clarity on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in the coming days. The Arba'at Dam is a crucial facility in Port Sudan, serving as a primary source of fresh water for the city. The reported damage is expected to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water supplies to Port Sudan, worsening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苏丹经过16个月内战，基础建设根本就无法度做，水坝、车路和桥拢互破坏，长期嘛无修理。即摆大水河是比往年搁较早，一阵一阵的水崩山，互北部、东部至少有10个州拢受到影响。加上战争爆发了后，一大堆无厝头转去的居民走去洪灾的地区，暗算今年洪灾的冲击会搁较严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2个人过往啊。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来关心俄乌战争，罗西亚又搁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有超过一半的领土拢受到上百架无人机甲上百粒飞弹的攻击。虽然大部分是有互防空系统炸落来，不过也是造成上无7个人死亡，也有电力设施受损、断水断电。罗西亚表示，谈判即马已经无意义啊，双方嘛无打算要来进行停火谈判。伫空袭过了，厝拢损害，消防队员继续喷水拍火。俄罗斯伫咧2日透早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到即马规模上大的空袭。乌克兰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地区遭受到超过上百台无人机加上百粒的飞弹攻击。虽然大部分拢互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拍落，不过也是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Мама, тато і моя жінка, вони вийшли якраз з двору, сідати в машину.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був приліт. Ракета впала прямо біля гаражу. Гараж рознесло, якби ви бачите самі, криші нема, тут криша постраждала. 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也被破坏，造成大规模停电停水。乌克兰证实，总共有15个地区遭受攻击破坏，能源部门也受损真严重。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是长期以来的攻击策略，因为这款设施为军队提供支援。莫斯科当局强调，这是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痛苦的信息，也否认俄双方有进行停火谈判。Ника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было.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тем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она изрядно потеряла сво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Сообщений о различных контактах в СМ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и。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呼吁民国遵守协议，继续提供防空系统甲飞弹，也认为合作伙伴应该甲乌克兰达成联合防空协议，做伙甲俄罗斯的无人机甲飞弹拍落。Авіація наших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сусідів працювала разом з нашими F-16 і разом з нашою ППО. Якщо така єдні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ефективно спрацювала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це повинно працювати і в Європі. 因为最近乌克兰军队侵入俄国的库斯克州，和乌克兰的士气规拢提升起来。BBC 报道，虽然莫斯科这边的攻击是针对基础设施，但是莫斯科是想要用这边的空袭打击基辅的士气，和乌克兰人转到现实。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美国总统大选的2大参选人贺锦丽甲 Trump 9月初10要进行头一场的辩论。不过贺锦丽这边是要求麦克全程拢爱开咧，因那 Trump 这边是希望会当比较6月和拜登辩论的时，无论着发言的人麦克就来禁掉。另外 ，Trump 是搁伫咧网络批评主办单位 ABC 电视网无公正，而且暗示讲有可能会变卦，无要去辩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日拉伫维吉尼亚州为3年前伫阿富汗去拄到自杀攻击殉职的13士兵献花。伫造势场合，川普搁再批评已经退选的拜登好战无能。对于伫要甲民主党参选人贺锦丽辩论，川普是指责主办的 ABC 新闻网立场无公平，意思敢若伫讲伊无想要出席。I want to do debates, but she, the head of ABC, is her comrade's best friend. You know that, right? They like husbands and the whole thing. What kind of a deal is that? I want to have a fair debate. The single worst network for unfairness, I think, worse than CNN, worse than NBC, which is really hard to believe. And CBS is probably the best of the group. Fox is the best. 拜登退选前，甲川普电影安排2届辩论，6月由 CNN 主办，9月初10由 ABC 负责。除了川普不满主办辩论的 ABC 新闻网辩论的时阵，麦克的开关问题变做2阵营争论的焦点。
2020年总统辩论的时阵，拜登一直去互川普插嘴干扰，所以6月主动要求无轮到发言的这边爱甲麦克关掉。川普阵营是希望9月辩论比较6月做法，福音的这边是要求改做专庭甲麦克拍开。外界是伫分析，福音的阵营，而且副总统伊的口才会当打击川普的论述。川普伊是表示，无论如何，伊拢无差。颠倒讲是福音的无打解辩论。We agreed to the same rules, but they're trying to change it. The truth is they're trying to get out of it because she doesn't want to debate. She's not a good debater. 用总统辩论的麦克问题并无规定的做法，都爱看参选阵营因的共识。川普讲家己较介意开麦克，不过伊的幕僚是烦恼川普乌白放枪，坚持爱甲麦克关起来。这换来变做辩论会是毋是会当如期举行的关键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英国的研究指出，卖手机啊会较高治疗忧郁症甲失眠。有电信业者嘛警告家长，无应该互11岁以下的囡仔摕智慧型的手机啊，应该互因敢若会当传简讯、敲电话手机啊，而且嘛建议16岁以下用手机啊，应该爱有家长监护功能，甚至禁止13岁以下的囡仔来使用社群软体。想看卖啊，以前无手机年代，小学生、青少年的沟通拢是直接对话，合适上需要找答案，毋是到图书馆查资料，都是亲自询问、探访、实地观察。即马有手机啊，手镜头啊，试一个是通跳出来，一切都是因的世界。看甲发现，青少年手机啊用调着。更加会得到忧郁症、焦虑症甲失眠。英国上大电信业者之111也有良心建议11岁以下囡仔无应该使用智慧型手机，真正有需要也只互因会当传简讯甲敲电话等简单功能的就好。佮建议对16岁以下青少年启用家长监护功能，限制13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媒体。Subjective loss of control over use, primacy of the smartphone in their lives, so that they're spending time on their smartphone in preference to other meaningful activities or sleep, that they continue doing this despite an awareness of the downsides, that they feel a real sense of dysphoria or distress if they can't be near their smartphone or use their smartphone. 研究显示，使用智慧型手机失控也是调着，得到焦虑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得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3倍。在美国，也早就发现问题会愈来愈严重。加州、甲南卡罗来纳、帕桑追随犹他福州、甲路易斯安那等州，针对地方使用手机进行规范，像禁止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有家长认为禁止使用手机对囡仔上课有帮助。I had very difficult interactions with students who answered phones in the middle of class, who didn't want to put them away. You know, there are these TikTok and Instagram trends that become very, very disruptive. 另外，英国七条机构 Uswitch 最近调查发现，18到34岁族群有我之成唔讲电话，甘愿传信息。前期世代甲Z世代认为传信息才是主要，手机通话是紧急联络用。随着时代改变，手机设定是静音，当有声音响起时，会互因感觉奇怪，也是就是可能有歹代志发生。公司新闻为您编译。世界气象组织上新的报告显示，过去30天，太平洋部分地区的海平面升悬15公分，严重去威胁到岛国的生存。伫咧这礼拜举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就针对气候危机，呼吁世界各国要赶紧来应对。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26日东加王国开幕，18个领导人严正呼吁全球重视太平洋地区日渐恶化的气候环境。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上新报告，过去30年，太平洋部分地区海平面提升大约15公分，是全球平均大概2倍；海洋温度上悬的速度是全球的3倍。海洋效应若频率增加，继续的时间也更加长，强度更加大。罕见出席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提出严厉警告，指出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危机真紧地扩大到会当讲无法度想的规模。But if we save the Pacific, we also save ourselves. The world must act and enter the SOS before it's too late.
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迁的原因。虽然太平洋地区的排放量只占全球的0.02%，却承受上严重的影响。大约90%的太平洋岛民住伫海岸线的附近，像地势较低的土瓦鲁都有可能互引起，海洋高温也可能引起大范围的酸污白化，是死亡，损害鱼类资源甲海洋生态系统。We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 We need to take urgent action now for sustainable outcomes into the future. 虽然面临生存危机，太平洋岛国所欠应对气候变迁资金甲技术，国际社会也真歹团结同齐对抗威胁。像伦敦相关国澳洲，虽然伊会伫2026年甲太平洋国家共同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毋过作为世界上大碳矿出口国之一，澳洲对抗气候变迁的承诺犹原受到质疑。公司新闻两岸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